點解一轉天氣濕疹就會大爆發？痕到想掹爛塊皮？跟住以下3招春天濕疹急救法，解決痕癢不適啦！春天一到，塊面就紅卜卜，周身仲痕到癲啊！原來春天濕度爆升，空氣黐粒粒之餘，仲有好多你睇佢唔到嘅花粉塵蟎亂咁飛。你啲皮膚屏障弱啲嘅話，毛菌同埋致敏原即刻入侵，搞到濕疹成身都係。仲有啊，一早一晚嘅溫差，仲搞到血管收放失調，痕癢感即刻成大3倍啊！痕到想掹爛塊皮，即刻試下以下呢3招濕疹急救法啦！第一招，凍敷法，雪定支保濕水或者幾包濕敷貼喺雪櫃，需要時敷返5至10分鐘，即時鎮靜。第二招，保濕，清潔完皮膚之後，用 cream 或者 lotion 加強返個角質層，幫助修復，同時預防。第三招，沖涼陷阱，唔好覺得皮膚痕就開熱水啊！36至37度嘅溫水沖幾分鐘就夠㗎啦。沖完3分鐘之內搽返 lotion 或者 cream 鎖水。如果大家或者身邊嘅人都有濕疹敏感嘅困擾，唔好等啦，立即預約嚟門市同我哋傾下啦。